反水库，库家园。反水库，库家园。不要水库，要家园。不要水库，要家园。管我自然。佢指反水库熱切，從北東南各地反水庫嘅民眾來到立法院門口，肯定口號反對造水庫。實抗爭16年，成功判民農水庫種唔生嘅民農菜地團體，喺啲現場上演。10年前就曾經政府嘛有也係建水庫嘅計劃提民農啊，800歲在以後，其實民農人都會很慶幸啊，就講啊，後菜要水庫冇建，喺建嘅話，根本於滅政的就是民農，而不是沒有喺小林啊地方嘅。民農業將會將小林村恐要被滅絕，苗栗頭福鄉嘅肥豐村，三位因為造水庫來消失。為了工業、後用科技研究，竹科時期嘅銅鑼中南基地一條實驗用水，勞工共用水。水利署按算啲苗栗嘅公館鄉、頭福鄉嘅東側做田花湖水庫，其中肥豐村但是為佔地水庫底下有115戶303人，為被別到辦理本來係啲蔬菜。1年到9年可以講出係水庫嘅佔地嘅地方，佔地地方大約嘅就水面。來算啦嚇，它土地大約有690人公頃，690人公頃地方啊嚇，也地方有差唔多會佔100戶嘅居民對也地方。做啲日本書嘅當地就談講實係水庫嘅議定地，都係1980年代水利主管單位要求開始規劃評估，2003年正式送入環評，到一下一隻案例係啲環評天意集團，案例一直見無結果，本地方機關唔點樣辦正確。喺最近100億環評小組度，主任表示，呢度地方建設都因為一樣停下來冇做。天花湖水庫到底建不建哦？我們鄉親急需要知道這個答案，也就是說，你到底建或不建哦，應該要早點確定了。因為許多的公共設施、公共建設哦，現在都在停滯當中哦，因為這個狀況是處在不確定的狀況，我們公部門不敢把太多的公部門的資源、建設經費放在那邊。因為冇乜公共建設，本天花湖地區很多年來越來越沒落，當地人口往以下，甚至連小學都被廢校。有對想要轉故鄉天氣嘅民眾，行卡因為安逸唔敢多轉來。冇做就嘅聽講，冇做而家投資乜嘅樣險，目前網絡要了解嘅，冇證書啊來轉嚟做屋嘅呀，轉嚟嘅退休嘅轉嚟大啊！要安尼計劃啦。唔過最後你拖啲呢，就變咗個大家咩唔一樣。係啦。正開始傳出一座天花湖水庫嘅消息，當天嘅居民也是抗議來反彈。唔過經過很多年嘅紛爭，一直冇通過。一下呢度肥豐村民嘅態度越來越冷落。行家唔是講天花湖嘅生活條件唔好，而傳說冇咁簡單。有啲鄉親一個不將接受土地要被徵收。假然而變水庫嘅事實，你要做出佢下證書都係已經冇做好嘅咩？冇都冇做咩？我嗌咗本就做下條路，按你成塊做好嘅啊！唔做冇講，唔同嗌好嘅咩起嘅，全都冇並本嗌，佢嗌要重視，唔定嗌要做嘛啦。有唯一嘅家政策，都唔免講嗌到北高府嘅人要辦法當係下來啊！當然就嘅睇建設嚇，當然去睇建設啦。做唔得一唔可嗌到一唔可以講呢度10年嘅等呢啲10年嘅住建嘅問題嚇，來當下啦，佢哋講嘅水庫冇咩做。民眾留地方機關可以給較明確嘅答案，唔過規劃單位也係當無奈何。你問這個天花湖水庫到底建不建，你就難倒我啊！真的是難倒我們的啦哈。那事實上，我們就是要推動這樣子一個計劃，所以才會進行環評的這個程序嘛啊，所以這個程序走下去，相關的程序走下去的話，如果都可以都被認可，當然我們就可以來推動這樣的一個計劃啊。除咗天花湖水庫，一下全國各地還有平海、高台一條10個人集，當地規劃也係評估嘅水庫計劃。創新作業將澤強嘅南羅海、金平海交飛嘅所在，水利署喺1992年就開始規劃，要做一座可容納有4700萬立方公尺，比寶二水庫大1.5倍嘅毗鄰水庫。新竹地區是水資源是比較匱乏的地方，那它很多水源雖然有保護水庫完工之後有提供一些水量，不過照它用水趨勢的成長來推估的話，它還是很缺水哈。
碧林水库是只是我们规划中的一个水库，他会做不会做，当然他在可行性规划里面会做全盘式的调查。碧林水库的台北初步先天伫碧林大橋湖區內，水庫整體的高度大概465公尺。當水庫做好開始囤水過後，包括了碧林、金屏、西金屏、水上一條40太雅錯嘅部落都會浸貼，本日都會演出名看作係部落生存的危機。它的那个主坝等于全部都是在这个主坝就在这个，就在这边，所以这个地方是等于是已经真的做水库的话，等于是把我们这边都是消灭了。啲鳳橋橋頭嘅太雅勇士鐵票，金屏美賢堂一條溫泉飛館，南羅文學館，貴沙一條觀光有名嘅素餐，係同樣會浸啲水底下。尤其我们尖石乡在新竹县算是一个非常是好的一个净土，未来可能在观光事业区也是一个很有特色、很有一个发展，而且自然形态的一个环境。当然，如果盖这水库，对我们部落，尤其我们部落的一些村民跟住所，绝对相对的影响。就算係依擺影響當然安全，不過大部分碧林地區嘅居民一開始根本唔知要做水庫。一直到有年來探勘體質，才發現世界生長嘅地圖項要做台北。其實中央就已經陸陸續續在規劃，最後看到就是中央的好像委託建設公司的來探勘，然後那個設備、那個儀器都來了，最後我們問的時候才知道要建水庫這個事情。他說要做的根本沒有跟我們溝通，完全不曉得這個事情，所以說要做這個話，應該跟我們溝通是才對的。做碧林水庫，今天的範圍度大概100戶，403人，天朝板地是他黑的土地，故所部落地度越來越多人反彈。那是不可能的，除非我們把我們全部堵死，我們生存的那個地方不容許有外來的那個因素把我們趕離這個我們所居住的地方啊。我們泰雅族的老人家，只要一提到遷村，他們是絕對反對，因為老人家他說土生土長，他說我不可能，我的根在這邊，我不可能遷出去。除咗對土地唔同嘅情感，監察局兼片順便行嘅演變，離開也係啲素材，不本嘅一條下無路。因講政府我希望講掠山度嘅營養個山，我現在年都俾規劃來對待，佢冇辦法生存啦。你要考慮到兩點嘛，佢兩條講係冇通，掠山度嘅人弟弟冇讀書啊，青島讀到國中就冇讀嚟啊，冇學咧，你係咪做嘛？冇一技之長啊。遷村的爭議，啲天花湖水庫翻篇時，一無田內被提出來討論。居民冇希望飛鳳村的地圖項消失。那之前明德水庫也在我們頭鄉。那之前明德水庫新建的時候，我們本鄉本來是有9個村，其中新建明德水庫之後滅掉一個村，那個就是仁榮村。那我這邊鄉務所在這邊希望就是說未來天花湖水庫新建之後，我不希望我們的飛鳳村也滅掉了。就是我們在遷村的過程當中，會把一個村子的整個村子原來有的人際關係的系絡就因為搬到都市裡面而完全消失。那因為水庫的建設往往造成這樣比較大的問題了。就算阿爸離開，遇到某一本裝條本單有嘅關係團體，當地村長提出啲台北村嘅本計劃，秋天安置嘅訴求。希望做得先遷村，補上過後再開始做，來維持莊頭嘅完整性。我村咧一定要遷村，先遷村。村內沙橋咧做先規則嘅時呢，沙橋啲我先話做好先啦。你話公建設做好，副嘅先話做好，嗰個係遷最重要就講，你話唔好同佢攀一啲無息貸款啊嘛，本一條村錢。那基本上呢，在本基窩這一邊呢，我們可以協助。研磨區的居民，如果有意願的話他可以在這邊來做一個能夠盡量保留客家傳統文化的這樣子一個社區的一個安置規劃單位啲翻篇小組會議時，雖然同意採地重建家業，不過香港嘅協助其他細節真唔清楚，本飛鳳村民都不滿。安置的部分，我們書面上是有寫出來的但是我認為
这样是似乎太笼统了一点，是不是可以有具体一点的东西？应该要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答案。移民係睇事情，不過更加大問題係成法。田反府嘅居民，但是係種繼續嚟高速嚟落實，不過農業沒落，避風村差唔多就冇發展。高速也有遇到鄉親，希望加定水庫嚟發展觀光事業。再結合原來惠豐溪下游這樣子，可以做一個很好的一個生態旅遊的一個產業啊。那這個部分我們也辦了很多次的這個叫做什麼訓練其實不叫訓練，叫觀摩哈。以前喺種田講產業的話，那下一擺可能就做民宿，或者是生態旅遊哈，各位就本身的觀光旅遊，也就可以講做本來就村民有個生存的空間。民眾留水利單位希望透過水庫帶動地方嘅發展，不過亦要環評委員開始少發展觀光係個無嚴格民俗天窗窗落去過後嘅順利樣嘅產到泥足氣，水庫順行嘅山排保護天窗速度危險，甚至影響水庫嘅使用年限。我最怕是什麼呢？民宿來了，民宿啊，民宿沒管，到處來，是不是？民宿哦，你現在路一開，將來景致好，民宿就來了啦，你管不住。長期關心毗鄰水庫議題嘅學者人認為，本地嘅裝頭正係創業嘅觀光文化資產，不應該多番來做。他們過的生活，他們的環保意識，他們跟自然可以共存，很 nature 幾千年前學習的那些，我們應該向他學習，不是把我們的文化我來蓋水庫，我們每天可以開車子進來這邊玩，叫做觀光。喺講田反湖水庫天才做，避風村民希望至少做得帶動觀光產業嘅發展，不過太富人沙開始少，水庫電到我可以見到，既然發展到以後。當然政策是可能因為呢是保衛觀光產業推進燃點。正興起蓬勃發展的時間，人家有了限制法，迄咪都等於大台人的腳樣嘅吼，我講對太湖嘅傷害未來演進，也帶來非常嘅大影響。因為田反湖水庫係離潮濕嘅設計，計劃啲後龍海大陸峽做南河壩，因後龍海嘅水到水庫來轉移來。太湖、太安、獅潭路公園也是一個鄉鎮，係後龍海中上游嘅主要嘅蓄水區。喺呢擺係講劃作水質水量保護區，無論農業、飼料，也係有限開發，天窗會被限制。田反湖水庫嘅做起來去啊，對我太湖嘅一個生態也得話嗬，所有農民也得全部影響生態。尤其係嶺潭水庫來講住哦，水庫做起來去啊，嶺潭水淹沒區嘅地方啊。全部都疏旱的，開發也開發唔得，種水果種飼料，食藥嘅馬嘅就唔得。像一樣嘅限制，喺呢擺嘅天窗會出現啲毗鄰水庫嘅水頭，也就係監測後生地區，有名嘅監測水面調整一條，喺天窗速度重結，也係監測上面少嘅。我們一旦一年，我們有一個人1萬塊好了，但是實際上我們要犧牲掉的是我們的土地啊，我們的土地沒有了，然後呢，我們又要受到限制啊，只要在集水區限建，不能夠養豬、養牛、養雞啊，然後房子要蓋幾層樓，很多的限制。我們做產業，他自己的這個基本良心，他應該怎麼做？哦，那就應該怎麼做？那跟發電都沒有關係。你像你養豬也好，我養豬，它規定你就是要做到可以排放的水質才下去啊。不過，劃作水質水量保護區域，水利署冇講拍，將強調也係後龍海係好嘅水質，合乎田反湖水庫計劃嘅需求。故所建議喺呢擺由自來水公司評估，係唔係要劃作水質水量保護區。那未來共和實施後，上游是不是要劃設這個水質水量保護區？我們是建議未來由自來水事業單位依自來水法11條的規定提出申請不過，一樣嘅做法，則被環評委員批評，因為水利署既然係主管機關，計劃都應該寫拍來，希望喺呢擺會鉗制唔清唔楚。這個水量保護區不能說由自來水公司來考慮不考慮啊？水利署是主管機關的，你在裡頭就要提出來，要他來做。
你了解吗？这个水量保护区哦，你这样让自来水公司哦，就像罗东堰呐，推来推去呢，是不是？自来水公司说你县政府去划，因为用水管理条例要划这个，大家都紧张啊，都有抗争啊。你抹输了旱资，当然我们没有意见。假如那个这个旱资以前的像离隐塘水库，我们会极力反对啊。不要水库，要家园，还我自然河川，还我自然河川。那特惠水库是一个规划起来放在那边的水库。那现在盖了，他们即将被迁村，即将离开他们几百年来的家园。长久以来，做水库一直是政府解决缺水问题的核心政策。不过考到行政常识暗藏、决策唔透明嘅条因素，水库爱做么总系唔进唔出，故所以度计划总系啲做到无出无出，又讲爱做到轮回。填翻符合毗邻水库，係面臨相同嘅命運，到日下都係冇明確嘅答案。贊成同反對兩邊也繼續上榜。不過對水庫依天鐵也係富區嘅民眾嚟講，就像係不唔衰嘅噩夢。